主后2023年9月25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信心行为相辅并行。圣经咱做来听读，雅各书第2章14、19、26节。兄弟姊妹，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减会救伊。恁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衫通穿，三顿无通食，恁干那对因讲，祝恁平安，着穿好烧食有饱，毋过无供给因肉体所需要的物，有啥路用？安尼无行为，信心是死的。毋过有人要讲，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要应讲，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我就用行为互你看我的信心。恁信上帝只有一位，安尼是对，连鬼嘛信，甚至嘛惊甲皮皮喘。你若袂晓想，你爱要知无？无行为的信心无路用。咱的祖先亚伯拉罕献家己的囝以撒伫祭坛顶，敢毋是对即个行为，互上帝甲伊称作义人？可见信心甲伊的行为做伙运作，信心是通过行为来完成。这是应验圣经所讲，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为安尼，上帝就甲伊算作义，伊嘛称作上帝的朋友。可见，人受接纳做义人，是对行为，毋是单单对信。基督拉合的情形嘛是安尼，伊接纳以色列人的使者，帮助因对别条路逃走，安尼伊减毋是对行为受接纳做义人。身躯无气是死的，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信心行为相辅并行。1954年，美国基督教国际救济会甲世界圣义宗救济会看见台湾人民生活的困境，成立台湾基督教国际救济会，就是现今台湾基督教福利会前身，将募资美国基督徒的金钱、食物、衣物等，分送互台湾有需要的民众，搁办理紧急灾害救济工作。1956年，美国政府决定用台湾的天主教福利会甲基督教福利会做窗仔口，拨赠粮食和旧衫互台湾。福利会搁透过各地教会分发互台湾民众。自1957年到1968年6月30日为止，送出的救济物资总值9671万4302块的美金。这个物资帮助济台湾贫苦人民的生活所需，也助益教会的福音宣扬事工，特别是参与发放物资的长老教会，对伫关怀孤苦、济助贫困、赈灾救难等分享善行，咱拢了解伊的美好意义。这个善行，互有欠缺的伫生活上得到及时的帮助，互人对世界和人生抱怀希望。
基督徒对家己所拥有的一切，基本认知是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换一句话来讲，身心灵甲一切金钱和事物拢来自上帝。因为安尼，行善是本分，是人因为信仰所结出的果子，借着分享的行动，互人得到益处，互上主得到荣耀。关系实际行善的教示，摩西的律法就摕到。以色列人得要进入迦地的时，摩西讲：伫迄个所在，常常会有散车人，所以我命令恁，伫恁徛起的地，一定着伸手帮助恁散车困苦的同胞。耶稣也教示，人若对你求，着互伊；若是无用伫传福音的保罗知影，要率领遭遇饥荒的时，也积极向正教会募款来救助因。雅各书第2章14、19、26节清楚教示，信心爱用行为证明出来。当兄弟姊妹陷入生活困境，无通穿、无通食，若只是对伊讲祝恁平安，着穿好烧、食好饱，毋过并无供给因所需要的衣食，是无实际效用的。信心应该对行为显明出来。基督徒强调爱传福音互人，总是咱若只是宣扬耶稣的救恩，却当算甲人分享咱的资源，实在袂当称作有信心。因为安尼，无论甚物时候，基督徒就有机会就着为公众做有利益的代志。对遐个伫信仰上同属一家的兄弟姊妹，搁较应该安尼做。检采有人认为需要帮助的散车人真济，济到任何人拢无法度负担。无毋对，咱个人无法度承担所有人的欠缺和需要。总是当每一个基督徒拢愿意尽一份心力，付出一寡的时，就互会当得到帮助的人就加真济。默想，教会若只是关心制度化的宗教仪式，忽略具体人民的行动，实在是出喙无出力。教会若只是关心制度化的宗教仪式，忽略具体人民的行动，实在是出喙无出力。咱来祈祷，亲爱的上主，常常有散车人伫阮身边，我愿意尽一己之力分享你的恩典，请赐予我积极的行动力，会当诚侪别人及时的帮赞。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